讲到大鸟型团团因为病情恶化，两位中国专家伫初一暗时来到台湾，初二早起也去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看团团。目前这团团的脑部病变也有初步共识，认为团团无适合动手术。透过监视器观察团团的状况，初二日早起，更较进入园区探视。两个中国鸟禽专家吴凤林的专长是鸟禽疾病防控甲科研分析，桂民的专长是氧气管理甲人工药检。两个人的保育资历拢有20几档，经验丰富。其中桂民捌来过台湾，他的状况可能跟他之前想象的是有落差的啦。像很多的形容就是他可能是躺着，那基本上今天的状况还算好。那团团今天也很争气，就有做了一些进食啊，一些相当这样行为。我想大陆专家看到这样，相对可能有稍微放心一点点。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，两位专家因为拄来台湾，园方人员有先用鼻仔互团团过来观察速度、动作，卖针对饲养、医疗等管理数据做交流。目前对团团脑部病变的问题冇共识。它的病灶区其实非常接近的颅底，所以在不管是以现阶段动物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它麻醉的一个反应，或者是它病灶的位置来讲的话，其实都不是那么适合进行手术。那这个部分，其实我们也跟陆方这边的专家有达成共识。动物园表示，短期袂做侵入性的医疗行为，嘛因为中国专家初一就要转去啊，离开之前，嘛安排包括台兽医系学者专家组成的医疗顾问团来见面。这个嘛是2冬多以来头一遍有中国派动物专家来台湾。记者电波台北采访报道。